各位兄弟平安。几工前，我伫个台南的姐姐，伊知影我是基督徒，伊就传讯息互我讲：弟弟啊，你伫台北聚会迄个济南教会，敢是立法院边仔迄个教会？啊，迄阵我还袂看新闻，我就讲：嘿啊嘿啊，你若后摆吼要来立法院抗议的时，会记你来咱的教会行行看看。啊，无想讲伊刷来后一句就讲：你紧甲我讲，要安怎捐钱互恁教会？我就想讲奇怪。啊，你也毋是基督徒，啊，你想要捐钱互咱教会？指明讲要捐钱互咱教会啦。伊就讲，因为感谢济南教会的照顾甲帮赞，我就紧去 Google 新闻讲，哇，原来立法院发生啥物代志？啊，咱的教会伫咧咱即个活动中间，即个公民行动的中间扮演着啥物款的角色？所以呢，我想咱第一首就来用圣诗550首，圣诗550首。来真做鼓励咱行伫即条天路，也是坚持伫台湾民主即条路的鼓励。咱来吟圣诗550首，咱来吟第1节甲第3节，第1节、第3节。上帝总是听咱台湾啊，互咱济南教会当真做即个公民行动中有一个特殊的角色，特别是真做是一个避风港，也是少年人嘴里咧讲的迄个补血站、补火站嘛，所以有真人因为安尼第一届进入即个教会，也第一届来认捌咱的耶稣基督，总是咱信靠也要让上帝的基督徒来讲，咱知。踏入教会只是祝福的第一步尔，咱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做咱生命的救主，刷来就有更较大的平安，甲更较大的祝福。所以呢，第2首咱就要来吟圣诗第3首，圣诗第3首阿彼兰的上帝。咱这首来吟第1节甲第3节，第1节、第3节。
首要来用圣诗第605首，圣诗第605首。这首诗歌的作者是潘霍华。这圣诗的第2页，你咱看，伊是写讲，伊是因为当初要抵抗着这个纳粹的暴政，伊也犯罪来受关伫监狱，最后是受处死。总是你若知影迄个事实，这潘霍华，伊是牵涉着一个谋杀，一个刺杀案当中啦，要刺杀。你想讲奇怪，一个爱基督的人，一个听基督的人，敢有通参与伫一个刺杀的行动当中呢？总是你若知影迄个刺杀的对象是希特勒的时，可能你就有无共款的想法啦。所以咱每一个人，毋但是为着咱家己的罪咧受苦，咱也常常为着别人所犯的罪咧受苦。即使别人犯的罪，那互咱犯迄个无共款的罪来抵抗别人的罪。所以求主拢帮助咱，伫个咱犯罪时，咱无要用犯罪来对抗，咱也要认罪来悔改，来诚心听候上帝掌权。咱即首诗歌，咱来用第1节、第2节、甲第4节，124第124节。为上帝之世间的所属有你知，永守长安，你更披露甘地，熊熊的怜悯，千年的无悲记，欢快的转线，爱龙归向你。好，咱煞要来吟第400首，第400首愿主临来甲你同在。
请咱大家齐万心来敬拜上帝，这时礼拜开始。路靠背重重的人，拢着来我遮，我要互恁安享，着陪我的担，对我来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享。因为我的担合用，我的担真轻。做伙来吟圣诗第3首，圣诗第3首阿必人的上帝，请起立来吟。
请咱游员徛伫三角鸭头来祈祷。至圣至尊的天父上帝，愿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愿通真做你的囝儿，有份甲你同坐道。佮因为安尼，通分享天国中同信兄弟姊妹团契生活的精彩甲甜蜜。今仔日是你圣的日子，愿欢喜来朝见你、敬拜你、学劳你、服侍你。愿感谢天父上帝赏赐美丽大自然，予所有的受造物照着天神的长势、四季的变化、万物的处事和谐生活，来明白上主你所创造，搁看做好，属爱电乐园的丰富多元，搁互相成全的境地。总是阮人类随梦受你托付，甲你同工，来做伙管理这个世界，却因为阮的罪行，爱摕家己做熬，搁用自我中心懒散这个呼调，愿随意破坏自然，造成气候变化，互地球毋是过头热，就是非常冷；毋是落大雨，就是长期的孤单。过头开发的结果，阮就日日看到土石流，看到生活伫其中的人民性命受到各种的威胁，看到的现状，主，阮实在惊吓。愿袂阁一摆恳求主，求你怜悯阮，互阮伫行为中通谨慎回头，就带阮脱离迄个贪恋罪性的目睭，通注神伫你的心意，搁好到伫乐园甲万物甲你的关系。今仔日伫遮，阮也要特别恳求天父上帝，求你看顾台湾，伫对岸不断扰乱威胁中间，愿选出新的总统来领导台湾。愿伊爱伊是着行伫公义民主路的顶面，来带台湾向前的领袖。毋过，国内一寡人却因为着家己的利益、名声、地位、好处，利用台湾民主自由，却想要破坏这条路，自私甲癫狂的政治人物，将台湾宝贵的民主自由看作脚踏板，跳过就弹掉。想要看台湾入去对岸迄种独裁专制、偶像崇拜路。这几天，阮看见隔壁互人忧闷的吵闹，互阮的心实在是真忧心。主啊，求你怜悯，求你看顾台湾。民主自由的可贵，是互人伫利益中的引诱，还阁会通对话，来看人性的尊严甲界线最要紧。这拢需要咱全民有智慧、有对上帝的行为中坚守来维持。感谢主，总是这几天，阮也有看到望，咱有看到新一代的青年学生站出来，甘愿伫风雨中为着台湾来守望。咱这堂教会
是一间捌亲身体验你恩典的教会。教会站出来，支持所受的信念，就是着行公义、心存怜悯，甲上帝三角行的和平，就是行伫公义中的和平。阮愿意将刀枪拍做犁头，是为着要追求公义，互人甲人、人甲上帝和好的和平。所以，阮对社会贡献阮所做到的，提供场地通休困。互心神不安的人得到安慰、勇气甲毋望。阮也伫服侍中亲身体验到五块饼、2尾鱼伫现在显明的神迹。就安尼，阮知也通见证上帝你固守当行的实现甲业力。恳求主看顾台湾，互赖总统有坚定的信心，带领台湾行往自由、公义、合理的生命的路途。恳求亲体上帝开拓信徒的心灵，愿意回头跟对主的脚步，互人人成做基督的精兵，伫工作、伫家庭、伫社会中，当通做光做盐来见证你的名。最后，阮也要将阮的牧者下伫阮的祈祷中。求你赐因有对你遐来的气力，甲坚持信仰的勇气，带领会友伫即个混乱的世代，见证公义甲怜悯的路。阮的祈祷无完全，只是阮要学习主所教示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也是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离弃，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伊所有，代代无尽。请坐。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文第49篇。启应文第49篇，这篇是出自以赛亚书55章，请咱做伙来启应。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啉。恁若着开钱买袂食得的物。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物通食。趁找会到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往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较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过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嘴讲出的话嘛袂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刺皮的所在会发上别，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
这是来吟圣诗605首，605首，靠主稳定，仪表溃烂地保护，请起立来吟。请坐。做伙来祈祷。至尊的天父上帝，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以恩光尊贵，互阮做冕旒。因为这个身份，互阮会当直接去到你的面前来敬拜，好搭伫你的殿园来求问，这是何等的福气，何等的光荣，阮感谢你。当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清去阮的心，圣洁阮的灵，会通用神用真实的来敬拜你，也恳求你将不败坏的美牛赏赐阮，互阮的灵命日日永壮，通伫属灵的财帛加添，搁较加添，来承接你所应允的福气。奉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做伙来共读圣经。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列王记上卷22章第1节到28节。《列王记上卷22章第1节到28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第1节，
以色列甲叙利亚3年久无交战，到第3年，犹大王约沙法落去以色列王遐。以色列王对伊的人臣讲：“基列的拉巴是咱的，你知无？咱若无要采取行动，对叙利亚王的手摕倒来。”亚哈对约沙法讲：“你要甲我做伙去攻打基列的拉巴无？”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讲：“我的就是你的，我的人民就是你的人民，我的马就是你的马。”约沙法阁对以色列王讲：“请令伊先问上主的意思。”以色列王就调集先知大约400人，问因讲：“我通去攻打基列的拉巴，还是毋通？”因应讲：“通去攻打，主要将这个城交伫王的手。”约沙法讲：“这敢无阁有上主的先知，互咱通问？”以色列王甲约沙法讲：“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囝米该纳，咱通对伊请问上主。毋过，我怨恨伊，因为伊对我讲的语言无一项好，只有讲灾祸。”约沙法讲：“请王毋通安尼讲。”以色列王就调一个官员来讲：“你赶紧去叫因拉的囝米该纳来。”以色列王甲犹大王约沙法伫撒玛利亚城门口的五穀场穿礼服，坐伫因的宝座。所有的先知拢伫因的面前讲预言。基纳纳的囝西底家做铁的角，讲：“上主安尼讲，你要用这个铁角搭叙利亚人，搭甲因拢消灭。”所有的先知拢安尼预言讲，通去攻打基列的拉巴，一直得胜。上主要将这个城交伫王的手。迄个去叫米该纳的使者甲伊讲：“你看，所有的先知拢对王讲好话，请你嘛甲因相款讲好话。”米该纳讲：“我只因我的上主就抓。上主对我讲甚物，我就对王讲甚物。”米该纳来到王的面前，王问伊讲：“米该纳，阮通去攻打基列的拉巴，还是毋通？”伊应讲：“好啊，做你去攻打，一定会胜利。上主要将这个城交伫王的手。”王对伊讲：“我着叫你就抓几遍，你才会奉上主的名对我讲实在话。”米该纳讲：“我看见以色列众人亲像无牧者样四散伫山里。上主安尼讲：这个人无主人，遐个人，逐个人通平安倒去因兜。”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讲：“我竟无甲你讲，这个人对我讲的预言拢无好话，只有讲灾祸。”米该纳继续讲：“所以着听上主的话。我看见上主坐伫宝座，天顶的万军徛伫伊的正边倒边。上主讲：什么人要引诱亚哈，互伊去基列的拉巴死伫遐？一个讲安尼，迄个讲安尼。后来有一个神出来，徛伫上主的面前讲：我去甲你引诱。上主问伊讲：你要安怎甲引诱？伊应讲：我要出去做白贼的神，互遐个先知讲白贼。上主讲：你甲伊引诱，一定会成功。你去，照安尼做。现在，上主有互白贼的神入伫你遮个先知的喙。上主宣布要降灾祸互你。基纳纳的囝西底家行进前，先米该纳的喙皮讲：上主的神什么时离开我来对你讲话？
米该那讲：“你去米伫蜜房，迄日就会知。”以色列王讲：“将米该那掠起来，交互市长阿文甲王的囝约阿斯，甲伊讲：王交代，将即个人拐落家，互伊一屑仔饼甲水就好，听候我平安倒来。”米该那讲：“你若真正平安倒来，就是上主无托我讲话。”佮讲：“恁大家着会记得我讲的话。”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的话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要请圣歌队阿萨斯班来献诗，因要唱的诗歌是《因光伊性命》。这是咱邀请罗主任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培育上帝忠实的仆人。今仔日真欢喜会当代表玉山新人院来甲大家讲道谢。过去咱的教会非常关心即间伫花莲鯉鱼潭边的玉山新人院。这间新人院是1946年创办伫关山，后来才移徙到伫花莲。
专门伫训练原住民传福音的传道者。因为日本时代无容允任何宗教信仰的团体入去到伫原住民的社区。战后的时阵，咱会当派传道者去到伫原住民的所在，所以咱就开始筹备神学教育机构，就是这间玉山神学院，专门来栽培养育传道者。这是玉山神学院成立的背景，到今年已经有78年的时间。咱在最近花莲大地震，迄间学校伫山坡地边有一寡校舍，特别是学生的宿舍、教室，拢有拄到真严重的损害，因有初步的估计。大概这个修缮的费用会超过500万，所以咱需要大家来甲伊支持看顾，嘛来为着迄间学校全校的师生来祈祷，因为因伫这个月中间拢去逐所在伫请安，毋望大家来关心这间专门伫养育栽培原住民传道者的神学机构玉山神学院，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主，感谢你，互阮的教会会当设立神学教育机构，来训练传道者，伫台湾各所在来也福音的政治，甚至会当到伫外国的所在来分享福音的信息。愿主上帝你特别疼惜玉山神学院神学教育的使命甲责任，互因伫栽培养育原住民传道的事工，会当得到上帝你的管顾，上帝你的帮赞，互神学教育伫原住民的地区，通过你尽忠的工人，会当互遮的原住民，无论来到伫平地，还是伫山地的所在，拢诚做上帝你所欢喜的仆人。感谢你的恩典甲疼惜，靠耶稣的名，阿门。咱今仔日咧读的圣经，咱会当安尼了解，对列王记上卷16章开始。16章开始，咱若一直在读到上卷，咱头先所读的22章，安尼咱就会发现列王记的作者用6章的篇幅，伫介绍这个亚哈王做王以来到伊死去这段时间发生的代志。伊差不多是伫主前874年，到伫主前853年，安尼有22年久的时间，继承伊的老爸做北国以色列的王。伊伫继承伊的老爸做北国以色列的王的中间，敢若这6章，伫记载有5件咱真熟悉的代志。头一件就是啥物？咱会当看到伊做王了，伊足积极，伊娶一个某叫做亚西别，这个是西顿王的查某囝，对巴力神明非常迷惑，所以呢，有一个意向要将北国的以色列改完全巴力神明化。咱知影巴力的神明是伫迦南地，当时的迦南人伫崇拜的主神。巴力是一个生产的王，就是讲你若甲拜，你的土地会当得到好的收成，因为有好的收成，表示会当赚搁较侪钱，大家真意爱。
即个趁搁较济钱。以色列人入去迦南地了，一个仔就受威胁，因为以色列人毋是一个农业社会的底，是一个游牧民族的底。因头一遍去到伫农业社会的迦南地大条件，真意外，会当有一个生产的城班赞因羊仔牛生炭，野种的五谷会当得到丰收，所以咱就会当通知影，这是伊的母亚西别一直在推动的一件代志。但是咱通知，咱咧看见亚哈一个起来执政，伊其实伫因的祖先开始北国分裂了，头一个王亚罗波安就开始带百姓离开上帝，离开上帝，特别去注意上帝的罗卜、先知也是祭司所讲的话。咱知头一件代志，伊所做的就是什么？咱知带以色列人入去迦南地是什么人？有人知？安奈拢点点。约书亚带以色列人入迦南地，头一个拍落来的城是对一个城？亚利哥城。亚利哥城是足闹热的一个城，上帝传入去，头一个上帝亲自将亚利哥城甲伊拍落来，拍落来了，迄毋是以色列人拍，是上帝带因拍。约书亚拍亚利哥城，亚利哥城规个拢倒落，规个拢倒甲平平，变做废墟共款。约书亚就讲一句真重要的话。这个城永远袂使登起。什么人起这个城落地基迄日，迄个人起这个城，迄个人会死大囝。起好，将门按起哩，城门按起哩迄日，这个人上细汉的囝会死去。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讲，这个家庭会无后代子孙，这是约书亚所下的咒语。无人敢去这个城。到亚哈王的时代，经过亚罗波安到亚哈王，亚罗波安是930年带北国的以色列，到伫亚哈的时阵870年的时代，咱知影伊就命令伊的仆人登起亚利哥城，登起亚利哥城拄破土迄日，这个起城的人，真正大囝就安尼死去。起城的人，咱地当通知。希以勒的大囝死去，但是伊无认为这是上帝的咒语，继续起好，城门按起哩，伊细汉的囝西瓜嘛死去。这会当看出亚哈王根本无相信上帝，因为伊听伊的母亚西别的话拜巴力。第二项，咱会看到什么？巴力的神明，我头先有在讲，互你会当得到丰收。但是咱通知影，土地野种的五谷若要得到丰收，上基本需要什么物件？雨水。我定讲哦，咱头壳小可较清楚。咱拢讲做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对无？啊，毋过若无雨水，台积电要安怎？啊，咱即马真少 AI， 我拢讲 AI 叫做会害。若无雨水，我绝对毋相信 AI 会生出雨水。
晶片袂当做饭食。你若看2、3年前，当武汉肺炎真严重的时阵，你会记无？咱无水，台湾的水库无水，因为无落雨，台积电才去买水，一车一车一直入去。上帝真正疼惜咱台湾。我有一遍坐飞机去台东要带查经，飞机停落，地勤的人在塞迄楼梯过来时，迄空中小姐定看到我坐飞机，所以有熟悉。伊讲你过来，我讲对。伊讲哦，你来看，今仔日天气真好，出阳日。我讲落雨嘛真好，若无落雨，你敢若出日，你包死。伊讲会对雨。咱有时阵落雨会嫌上帝，我甲你讲，看到落雨，你得感谢上帝，毋好走念。看到出日，你嘛爱感谢上帝。你来看以利亚，先知以利亚伫亚哈的时代，伊咧讲一句真出名的话，因为亚哈拜巴力，因认为巴力会互土地生产。先知以利亚讲，除非我有祈祷，我若无祈祷，上帝袂落雨。就因为安尼开始，长3年久的时间，北国以色列无雨，土地拢总趴远去，发生真严重的饥荒。上帝叫以利亚去一条溪的溪边，伊叫伊去基立溪，去食基立溪所存的水来度日。所以上帝搁找一只乌鸦加肉来互以利亚食。亚哈非常生气，落命令一定爱抓着以利亚。咱咧看，这是第2件，咱伫这6章对列王记上卷16章到22章拢会读到的故事。第3件，咱会去看到什么？看到亚西别饲足侪祭司，饲足侪先知。以利亚甲伊讲，迄拢假无效。若毋相信，来试看卖，所以就招这祭司先知去到伫加密山的山顶，伫遐来献祭，看真正是巴力的神明较有气力，还是耶和华上帝才是真正的神。迄就是咱知影真出名的故事，伫加密山顶遐祭司安尼大声喊话。拢总无法度，互因所献祭迄只牛来烧去，献互因的神明。规只牛放伫祭坛，拢总无震动。以利亚去，伊叫逐个人将祭坛的水，一直泼迄个祭坛，当献一只牛伫迄个祭坛的顶面。以利亚祈祷，上帝对天顶降雨水，降火落来，将迄只牛甲伊烧去，然后以利亚命令以色列人将遐祭司450个拢总杀互死，互亚西别，互亚哈真正知影，因所拜巴力的神明是假。这是咱伫读列王记上卷18章就读会到，规章伫写即个故事。咱咧看第4件代志真出名，就是列王记上卷21章。亚哈看到一个人，伊的名叫做拿卜，拿卜的葡萄园真水，伊想要搭征收来成做伊的王宫的土地。伊去甲拿卜讲你的土地互我会当用市面的价销甲你买。拿卜敢若讲一句话，
我的祖先留予我的土地，我无法度卖予你。毋是什么原因？是摩西律法规定。摩西律法规定，土地袂使买卖。你敢若会使什么？你会使去借，会使去租，你会当去贷款，因为土地是上帝赏赐的，袂使买卖。因有一个规定，摩西律法规定，你若是因为欠钱，你将你的土地摕去抵押，第7年叫做安息年，甲你摕土地的人爱放你转去，土地爱还你。因有一个规定，50年叫做虚年，所有土地拢总爱倒转去到伫当时因入去迦南地定分配土地的原始的情形。50年第一遍，50年一遍，会叫做虚年。这是摩西的律法，所以拿布伊根据摩西的律法，甲亚哈讲：我的祖先留予我的土地，叫我卖予你，愿上帝阻止我。安尼就是无爱卖伊。亚哈足受气，伊的某想尽办法。用钱去买收2个罗马做假见证，讲亚哈讲话骂上帝，会讲拿布讲话骂上帝，搁再骂国王亚哈，然后写批予所有的法官，伫城门口开庭审问拿布。将拿布达判亵渎上帝的名，石头钉死。哇，这真严重哦！安尼就是讲，为着土地做假见证来害死人，将拿布的葡萄园甲伊没收过来。这地互我想起1980年，蒋经国在找墓地，然后派地理师坐直升机，台湾的山要走了，后来去发现什么所在？岐山入去美浓的内面，有一粒山非常水，但是迄粒山是什人去买？咱捌听过一种教会叫新约教会，新约教会的领导者名叫做洪以利亚。伊咧找新约教会的一个灵修的土地，逐所在去找，拄啊找到这粒山岭。啊，这是私人的山，所以伊就将迄个山甲伊买起来。其实伊到迄个山顶伫困的时，天光一个起来，伊发现原来迄是一片高台，足水的。啊，然后伊起来徛来看。2边的山岭安尼排2列落去，那阵国王坐遮，文武百官徛相边。洪以利亚就新约教会海内外信徒出真侪钱，将规粒山甲伊买开。第二先呢，看风水的坐直升机，看到迄粒山，看到迄个高台的所在真水，就去找洪以利亚讲。你这粒山卖予我，洪以利亚甲去的人讲，将上帝赏赐阮的土地卖予你，愿上帝阻止阮。拄甲心人讲的同款，哪不同款？啊，咱知王生这个人捌听过。真紧就命令将这粒山，因为新约教会改号名叫做锡安山，就将这粒山，迄私人的土地，就临时改做山地管制区。因拢唔知影，因透早负责人带囡仔落去山骹的国民校读册，啊，顺煞去。菜市啊，买菜了，买转去因兜，
路，迄条路口已经有警察伫遐伫管制。伊讲你敢有入山证？我伫关山牧会时，有个会友住伫山里，咱的山分做3个阶站伫管制，甲级、一级、丙级的。丙级的去派出所请，一日的入山证是5块，一日5块。啊，若到伫一级的，你得搁爱去到分局请。甲级的入山证爱去警务处请。啊，我探访会友拢住伫丙级的地讲较晏山骹的所在，所以你也看因在入山证。因无，伊讲啊，阮兜我早起才落去，阮过去这阮的土地是安怎爱入山证？管区的警察讲，伊嘛毋知，因命令任何人要入去爱入山证，只个负责人较紧拍电话互山林的人，叫因毋好落来，然后联络足侪亲人朋友，就走去岐山买布棚，搭伫山骹一个溪边，叫做上连窟的所在，伫遐，咱讲做埋锅造饭。囡仔下课了就去住伫布棚。新历正月初，真寒的暗。有怀孕的妇人人，有带细囝的妇人人，拢住伫个布棚内面，真寒。山顶的无落来，落来的人袂当搁再起哩。然后警备总部派2台直升机。然后派300个宪兵警察，要将遐布棚规个拆掉。干那一项，就是要将锡安山甲伊没收起来，要做蒋经国的目的。这件代志，半暝12点，2架直升机出来，300个宪兵警察要去拆布棚，布棚一领一领一直拆。负责人吼，囡仔吼，因唯一的一个方法，跪落去，祈祷上帝，讲上帝啊，你看，你看，因安尼伫欺负你的囝儿。伫咧祈祷的中间，2架直升机探照灯一直照，看什人走去山顶的。伫照伫碰的时，其中有一只煞去碰到高压电，崩去。这信徒大声话：“上帝啊，还阁有一只咧！”迄只赶紧飞走，宪兵警察随撤地。这就是锡安山的事件。你若有机会，教会团结会当做咧，去锡安山岐山美拢入去，你去看，因就正做另外一个世界。通讲是台湾国内的国，因相信上帝是伸冤的上帝。咱来看阿哈害死拿破，先知受上帝命令，就去甲什人讲，甲阿哈讲：你害死拿破迄日。伊的火流落来，狗仔去伫钱遐的火，伫倒位钱遐的火，伫倒位会钱你的火。阿哈一点仔都袂惊，因为伊相信巴力才是真正的神。过来第5件，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咱今仔所读的圣经，一个真重要的背景，就是南国的犹大王约沙法，甲北国以色列王阿哈结做亲家门房，因为阿哈的查某囝嫁互南国犹大王约沙法的后生，叫做约兰做某，所以两边是亲家。伫迄个时阵，南国犹大的军事武力经济拢真好。但是伊感觉亲家，我南国还阁有在敬拜上帝。约沙法是敬虔的一个王，
伊三不五时就去访问亲家。伊讲有一日，伊去访问北国以色列王亲家，阿哈看到伊来真欢喜。这就是咱今仔日所读圣经的背景。这个背景在甲咱讲一个真重要的所在，安尼就是讲要出兵，依照亲家犹大王约沙法讲哦，咱祖先的土地伫基列有一个城叫做拉末，去互苏利亚甲伊占去。亲家你来拄啊好，是毋是？咱做伙出兵，将咱祖先失落的土地，甲伊拍倒转来。约沙法真聪明的，伊敬拜上帝，伊有智慧。伊甲亲家亚哈讲：我的兵就是你的兵，我的战车规个拢总互你做总指挥，你通带去拍，无问题。毋过，先听上帝意思讲较慢。圣经的时代一直培养一个观念：战争赢输，毋是靠军事武力，战争赢输是上帝旨意伫迄个中间。各位兄弟姊妹，圣经真侪所在在写这个故事。大笔特别若要出征，拢会问上帝：我通出兵无？上帝讲毋通，伊就无出去。上帝讲主你去，伊就带兵出去。咱若去读《箴言》21章31节，伫遐就真清楚，毋是军事武力，是上帝在决定战争赢输。其实咱的历史故事真侪，捌看过一片电影叫《最长一日》，内底就有一个镜头，迄就是联合国的部队、联军的部队要登陆法国的诺曼底，咱会去看到联军的总指挥官艾森豪威尔，伊徛伫指挥车的边仔，抬头望天在看。伊讲：上帝啊，你是徛伫阮这边啊，徛伫因迄边。底底，这个就是战争内底一个真重要的密语。底底，在看什么气候好无？联军的无人机陆战队要登陆，要配合空降部队，要拍德军登陆法国。咱在看上帝气温。若气候变化，到今仔日犹原同款。我定在讲中国飞弹若要来，咱敢做一人代志，拢走来遮祈祷。上帝啊，你得起光烈啊风，互中国拍来的飞弹拄啊射往北京去，一粒就好啊！咱大家拢会感觉罗牧师在讲笑话，我是讲真正。你若注意搭看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拍荷兰，所以你今仔若有机会去荷兰，你去荷兰一个真出名的城市，你会当看迄个城市，迄间大学要入去，倒手边的壁边在写这个故事。无敌舰队去拍荷兰，咱来看。大省拍的一个城莱顿，因无法度要安怎拍西班牙，无法度，因跪落祈祷上帝，上帝起风台雨，然后互规个西班牙的舰队拢沉落海底。咱若看英国是同款，伊丽莎白一世嘛是同款的情形。西班牙的部队，因的军舰规个拢是因为风台就沉落去。你兄弟姊妹，战争毋是干那得靠武力，战争得搁靠什么？咱有真正敬虔的心，得倚靠上帝阿无。这是圣经互咱的教示，绝对爱记好调。有武力，有军事，有金钱，这拢真重要。但是，
上帝若无要甲你伫地，无论你外敖，拢是无采工。约沙法甲阿合讲即个话，伊讲问先知的话问看觅，真心实。阿合讲问先知真紧，所以甲落一个命令，正先知拢总出来。原来遐拢伊饲的400个先知就安尼出来。伊就甲问我即马带兵要去拍，叙利亚要将祖先的城拉抹来摕倒转来。你想会使去啊无？咱知介趣味，迄400个拢是国王饲的，所以在讲什么话？国王爱听的话，拢甲伊讲啥？主你去平安无代志，阁会当倒转来。约沙法一个听，感觉怪怪，哪有400个拢讲统100个？伊敢若问一句话：敢有上帝先知？敢有上帝先知？咱看即句话是非常要紧、真要紧的话。伊敢讲敢有上帝先知？啊，咱通知。阿合一个听，伊讲有剩一个，即个叫做米该亚，毋过我真无爱伊，因为伊亲像乌鸦嘴，毋捌甲我讲过好听的话，我无爱听伊的话。亲家约沙法甲阿合讲，加减听讲卖咧好，伊真客气哦。其实犹太经济拢无较输阿合，阿合真干巧，伊若招亲家的兵出去拍赢转来土地，因为是伫北边，基列是伫约旦河东边的北边，过去是东马拉西所得到的土地，所以拍倒转来是属北国以色列的。啊！我南国犹大兵甲你斗拍转来土地，我拢无，我的兵会死去。烧战我的兵会死，一定会死。但是得到的土地是你的。如果这若是上帝旨意，我会使派兵去；若毋是上帝旨意，我毋敢出去。但是你真正若要去战，互你做总指挥，带兵出去。阿合讲好，听上帝话，伊讲加减听啦。伊讲剩一个，伊讲不要紧啦，加减听。伊真正得派一个人去找即个上帝的先知米该亚。即个去找上帝先知米该亚，甲伊讲，国王叫你去，啊，你上好注意一项。逐个人拢讲统100，你毋好讲独100。逐个拢讲统一的。米该亚伫14节就抓一句话，啊，这句话后来就成做咱在定义什么叫做先知的意思，就是伫22章上卷的14节，伊讲什么？伊讲我就抓。上帝叫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所以先知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伊袂使讲家己的话，伊敢若会当讲上帝甲伊讲什么，伊就照安尼去讲。后来伊去到王宫，阿合看到讲哦，你来啊吼！啊，我即马想要带兵去烧战，啊，你讲看卖。上帝的意思，伊起身第安尼讲，你要去哦，去讲。咱台湾话吼，迄配音若调悬是真有意思。伊讲我要去烧战，通去无？伊讲去讲，主你去讲，会啦，会平安啦，主你去讲。我细汉若伫搞怪，想要走出去佚佗，阮老母知影我作业也袂写好，伊拢会甲我讲，你去讲，转来你才试看觅。这等于是阿合在讲的话。
你真正要见，啊，你得去讲，啊，你得去看嘛，看上帝祝福你。阿合听知影，迄就是咧甲伊消遣的话。所以阿合讲，你若是奉上帝的名讲，请注意，奉上帝的名，奉上帝的名，就是袂使讲白菜。400个先知拢讲啥？愿上帝祝福你，通平安倒转来。请爱注意，就是咧下愿，要下上帝的名下愿，嘛袂使白贼话讲真正。但这400个先知是安尼讲。阿合甲米该亚讲，你若要奉上帝的名讲话，你一定爱诚实甲我讲。米该亚就开始讲伊在讲的话。伊讲上帝伫天庭开定，在问正神明，就是天使。伊在问遐个天使，什么人要去甲阿合讲话？其中有一个神讲我去吼，甲伊饲的遐个先知使弄，互因拢总讲白贼话。上帝讲好，你去就照你所得计划去。所以，迄个神，互阿合你遮个先知拢总讲白贼话。米该亚是安尼讲，所以米该亚讲了就安尼甲伊讲：你去，定免转来。去若免转来，就表示啥？会死。所以阿合一个听足受气。但是伊的心内嘛会惊，因为米该亚是讲上帝话，甲伊讲叫伊去定免转来，所以伊嘛是会惊，伊就无相信，确实心内阁有矛盾，伊就毋敢坐王指挥官的车，伊将伊台车，互约沙法坐。伊家己去坐二等兵的车，就出去烧战。叙利亚的部队看到国王的车掠准阿合伫车内，射箭拢射位迄台王的车，其实内面是约沙法。约沙法看射箭一直来伫车内大声喊，会介趣味。叙利亚的兵一个听到迄声调，就毋是阿合的，所以。就要搁再射落去，就往别台车射。上帝若要互一个人死，无论你安怎假，拢共款；无论你安怎密，拢共款；无论你走去倒位伫闪密，拢总共款。上帝一定约甲到。结果伊坐迄台兵仔的车，射箭就会一直射入来。结果射到伊上重要的火管，火就哭哭闹。其实阿合要出兵进前，伊甲米该亚讲一句话，因为米该亚他讲你去定免转来，阿合足生气。伊甲米该亚讲什么？伊讲他掠去关，伊甲伊边仔侍卫先掠去关，用一点仔水，用一点仔饼好食。等候我倒转来，才好好甲伊修理。米该亚甲阿合应一句话：你若会当平安转来，安尼就是上帝无叫我讲话。换一句话讲，迄是我家己想要讲的话。哎，真正就安尼出去，结果着重伤，沿路流血倒转来。圣经的时代。无迄落夜战医院，无即落物件，流规蛇路，流倒转来到耶稣列的城，就安尼流血过济死去。然后因的罗卜伫整理伊的身躯，迄个血水一个流落，拄拄亲像先知伫甲阿合讲的，狗仔伫倒位钱哪卜的血。嘛伫倒位钱你的血，拄是完全共款的事。各位兄弟姊妹，这就是咧讲什么？
这就是咧讲上帝忠实的罗布，唔敢讲白贼话。咱若去读箴言第6章16、19、19节，箴言第6章16、19、19节有写讲上帝上讨厌7件代志，7件代志，7件代志内底有3件，拢是甲白贼话有关。这3件就是讲白贼的子，讲白贼的子，上帝上讨厌。再来就是什么？做假见证，做假见证就是白贼话。再来就是讲啥？讲迄个八卦、挑拨离间的，这是上帝上讨厌的代志。7件内底有3件在讲这，唔好讲白贼话。因为一个人若会白贼，就是表示伊的心内无敬畏上帝。若是无敬畏上帝，什么歹代志拢做会出来。这嘛是咱咧看，真侪立法委员是安尼，真侪县市长是安尼，真侪有关系人是安尼。敢白贼就敢做歹代志，敢讲无诚实的话，就是表示心内无敬畏上帝。弟兄兄弟姊妹，咱今日在读这段圣经节，咱就应该知影神学教育一个真要紧的所在。今仔玉山神学院纪念主日，咱若注意搭看神学教育上重要是要创什么？栽培上帝忠实的工人。那是上帝忠实的工人。无论面对的是什么恶势力、外歹的时代，伊袂惊吓，伊会照上帝所教示的话摕出来讲。这个是今仔日神学教育一个真重要的所在。我有发现，伫哪散车、哪困苦的所在，信徒是哪忠实伫上帝。常常是伫经济能力较好、学习能力较悬的所在，信徒常常骄傲心颠倒是较悬，袂爱听上帝话。这嘛是我家己牧会经验。我伫关山牧会，我发现关山的信徒，因会真诚实讲。因所拄着，因所意爱，因所伫想的，所以我伫遐牧会10年，我定甲遐地方的人来来去去，甲遐信徒伫讲话，因拢袂去惹坎坎。我头一遍起来台北东门讲道，我讲道了，伫送会友，我的会友有一个伫来，迄个是张老娘伫头讲，哦，罗牧师你讲话真乡土味。我讲，我知影你的意思有够粗鲁的意思，唔免讲甲遐文雅。这是什么？这是都市人。都市人讲话用真水的话包装起来，互你有时阵听无。我这个庄脚牧师内底拢听无，爱适应一段时间，哦，才知影因咧讲话是真的啊假。请唔通袂记，咱的教会需要什么？忠实的传道者，诚实的传道人。若是要互咱的教会有真正诚实的传道人，咱的信徒爱大声做起，甲咱的传道者讲：你照圣经的教示所讲的来教示我，互阮通知上帝爱阮做的是什么。这就是神学教育需要去反省，嘛是咱今仔日的教会伫这个急变的世代，需要认真努力的一件信仰反省的功课。上帝祝福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阮会当三角自日伫即个所在，
阮咧读圣经记载亚哈的故事，会当互阮做真济反省的功课。上帝，你甲受委屈的人三甲徛做伙，你的报应，你的春手，你的制裁，遐个靠势力伫欺负压迫人的人。听阮的主，阮看见今仔日阮台湾的社会，嘛看见阮台湾的教会，阮真需要真侪上帝你忠实的萝卜。真做上帝你实在的工人，伫今仔日即个急变的时代，互阮的教会真做一拍光照亮伫今仔日的所在，伫阮台湾即个社会，互阮的百姓知，阮爱学习诚实活伫今仔日的时代。愿你的神帮赞加添阮即号的信心。感谢你的听从，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信诗550首，550首，我做祈祷兵丁，请起立来吟。请坐。这时是公道的时间，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头一项，为着玉山神学院的发展，甲地动了后灾祸的修复。第二，为着立法院来代祷，
来守护民主、人权甲自由。第三，为着咱台湾国家的安全甲亚太区域的和平，请咱大家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时，请苏县长施淑珍执事带领咱做继续的祈祷。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殿院，实在无有啥物良善通献予你。感谢主，有缘恩待阮，互阮有福分开喙应主你来祈祷。4月初3，地大摇动，经历大自然的溃烂，阮搁一届体会。伫你的面前，家己是遐尼啊卑微，搁软正。阮需要将阮的耳目、眼光转向主，去做迄个真正袂败坏、袂倒的产业。伫遮，阮要为玉山神学院祈祷，也做伙有份伫修复校舍的工程。求主使阮引带玉山神学院有你的神同在。栽培搁较侪真心为主传福音、忠实的传道者。主啊，伫过去即礼拜，阮的国家面对立法院无有停事正义的混乱，甲10年前太阳花学运同款，人民搁一届行上街头守护民主。主啊，求你怜悯阮台湾，叫请有权力的政治人物，提醒因的权力是受台湾人民所交托的，毋是家己会当懒散做。愿恳求主掌权，互公义、民主、自由继续实现伫台湾。5年控，阮新任的总统、副总统就职了，对岸的中国就不断利用军事演习恐吓台湾，也造成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不安。求主赏赐和平，管教即款恶霸的行为，佮恳求主做阮的石盘，做阮的高台，保护阮，亲像保护目睭人，将阮看目伫你的实骨的下面。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阿门。这时，咱来奉献。因为时间的关系，请容允我先来报告。请咱看通知事项，掀开周报通知事项。5月份的地月长老是我本身，6月份的地月长老是阙明祥长老。头一项，3日主日，今日是圣神降临了后的头一个主日，又搁称作3人主日。教会这期是按照事件来纪念。3日主日是按照教义来制定告别甲上赞三一上帝完亲的奥妙。第2项，今日是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
咱感谢罗主任牧师代表新康义来请安。10月初3发生花莲的大地震，玉山新康义的校舍真侪受害真严重，请兄姐做阵来关心大岛甲奉献。今日黄春生牧师因为前往固定教会讲道，并且主持小会甲聘牧的座谈会。第三项，今日也是全教会讲座，咱真欢喜邀请罗主任牧师来演讲，让我们来点燃爱的亮光。这是要讲南树的故事，一位维克兰宣教师白冷会的季长寿的神父，甲即卖的张一凡牧师，拢伫个南树的服侍，所以邀请咱大家踊跃来参加。第四项，新学礼拜日，嘛是伫今日下晡2点的时阵，咱要邀请曾宗胜老师、曾宗胜牧师，伊目前是台湾新学院的教师。伊当年拢是咧研究旧约圣经，最近又完成一本新册《五经》，那欢迎大家参加做阵来分享，来听伊讲五经。时间是伫下日下晡2点。第5项，今日香港团契嘛有特别的讲座，是邀请于杰来演讲。流亡甲自由，时间是伫下日下晡3点45分，是伫个小礼拜堂来举行。第4项，今年暑期的儿童夜已经开始报名，这个夜会嘛需要真侪同工、辅导甲青年的同工，若有心有意要参加的，请林世宏长老还是办公室来报名。时间是伫个7月初1到初5，第7点。6月16，咱有一个福音大会，咱嘛是邀请曾宗胜老师，伊是来做一个福音大会，因为伊捌是土地公的客囝，但是伊伫个高中的时阵来接触耶稣，并且洗礼，真做一个大囝，要安怎面对祭祖、旁斗的家庭的冲突？伊真做基督徒了后，要安怎无缝接轨来建立上帝的信仰？咱邀请大家招咱的朋友做阵来参加，时间是伫个6月16。来做阵分享伊的见证，因为有分组，所以麻烦咱邀请朋友一定要来报名，安尼才有通安排咱的餐点甲空间的设计，就请大家爱踊跃来报名。其他团契消息、教界消息，请咱家己看自己的书架写伫个咱的周报顶头。下周的服侍，顶周的出席甲奉献，请咱家己看。这时，请咱起立，用奉献诗来做咱的奉献。真济。
的报告到这，即时邀请陈永文牧师来补充报告甲请安。咱今日真感谢罗俊义牧师代表玉山新人医来咱遮请安讲道。较了11点，阁有迄个宣教会讲座，嘛是请罗牧师请大家当踮来参加。今日咱有一寡来宾，我真紧伫遮介绍一个是马经教会的财金泉，为信公会来黄玄华医师，这个粤文的朋友杨嘉玲甲林奇恩。新德公园教会刘日恒，喜乐城灵粮堂的叶怡珍，陈心怡，高建伟。怀恩堂的这个 Crystal Turner， 这一位 Gloria 珍，清水灵粮堂的郭英仁，神召会陈振峰。各一位为中国来台湾探亲的赵小瑞，去外口去外口，欢迎大家咱请大家兄弟彼此请安这回来吟信息400首，关注人爱甲你同在，请起立来吟。吟诗煞邀请罗俊义牧师来为咱来祝祷。大家得到天父上帝疼痛，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众人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门。
真侪，绿岛、碧花，欢迎参加礼拜堂后面的地饼会。若需要带倒的兄弟，请靠伫我济南路边雨伞骹，服务师甲同工为恁来祈祷。